講啲嘢俾你知啊！今日嚟到西九文化區就係為咗呢個香港麥當勞 I'm Loving It 50週年展。講真啦，老麥咧就由細食到大噶啦。喺呢度你可以透過5大展區遊走老麥呢50年嘅時光隧道。最近你可能睇過由謝霆鋒連同金像班底一齊打造嘅老麥50週年微電影，當中嘅場景你竟然可以喺呢度親眼睇到啊！翻返去嗰個五光十色，仲有好多霓虹燈牌嘅老香港，係咪太靚啊呢度？同埋當時第一間香港麥當勞原來係咁噶，真係做到非常仔細啊！當你置身於呢間麥記，你除咗你可以睇到價錢牌上面睇翻當時嘅薯條啦、巨無霸有幾平之外咧，你仲可以着翻1975年嘅制服啊，成為翻第一代嘅麥記員工啊！呢度仲有漢堡神偷、小飛飛同埋滑嘟嘟佢哋各自嘅主題房。無論你想睇翻麥當勞員工制服多年嚟嘅變化，亦或係歷年嚟嘅麥當勞玩具，仲有50年嚟嘅唔同美食，呢度全部都可以睇到。1992年全球10大最繁忙嘅麥當勞，香港係有7間分店榜上有名，佔頭10名喎！哇，香港人你有幾鍾意返工啊？去得展覽打卡位就梗要有㗎啦。呢度有個秘密空間，讓你可以同3位麥當勞角色嚟一次沉浸式嘅光影互動，同埋呢度咁多個麥當勞叔叔坐定定同你瘋狂打卡啊！咁多位麥當勞叔叔全部同我聽住，快啲同我訂閱艾力嘅 YouTube Channel，O 唔 OK？包括埋你，O 唔 OK？臨走就梗係要去埋呢間 I'm Loving It 期間限定店買酥粉啊！展覽啱啱開始嘅咋，由10月1號到10月19號，一齊嚟西九文化區藝術自由空間，拜拜啦，拜拜 ！I'm Loving It。